请问台湾阿嬷这个趣味的名，讲的是一款台湾原生种的花，你敢知影伊是蝴蝶兰还是海鸥？对啊，是要你敢袂是讲你阿妈的摇啊？我是感觉啦，是，我讲阮厝内的人啦，阮讲阮妈，嘿阮妈伊上爱买迄花蝴蝶，蝴蝶兰，蝴蝶兰，蝴蝶蝴蝶就是蝴蝶，嘿，对啦，伊什么过年的时阵啊，是什么日子伊拢，好日子拢会会物件咧，有清啊楚在问我，对啊，另外一个我就无看过安尼。是你捌听过无？我两个拢无听过你。两个拢冇听过。哦，因为咱台湾真有名就是兰花啦，迄真正它是国际拢上有名。你敢袂是海鸥啊？海鸥啊，是海鸥，蝴蝶兰。时间差不多啊，你是不是跟无你我相信我的队友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蝴蝶兰对唔对？白色的蝴蝶兰，伊的名叫做 Amabilis。Amabilis， 头前是 AMA， 所以听起来是阿嬷，伊意思就是美丽，啊，搁有伊足纯洁的意思，伊的回忆是安尼。